不知不覺，我哋疼痛 CEO 嚟到最後一集啦。我哋幾乎由頭到腳，身體大部分嘅痛症都講晒啦。終於講求形神共治，身體係一個整體，一環扣一環。頭痛可能係頸椎影響血液循環，膝頭痛可能同腰背嘅姿勢有關，胃痛都可以同情緒壓力有關。特別係形同神互相影響。不良嘅姿勢唔單止影響筋骨，仲會影響血氣運行，導致腦部嘅血氣不足，影響眼神、精神同埋睡眠嘅質素。無論你做咩工作、咩崗位，姿勢都要保持正確。做運動訓練全身，保持身體嘅肌肉協調能力。治病必求治本嘅精神，係配合以痛為書嘅原則，幫助大家追求健康嘅生活。希望我教大家嘅護理方法，可以幫助大家輕鬆管理疲勞，預防痛症。